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3年12月30号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148篇，箴言第9章第1節到12節，彼得後書第3章第8節到13節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題是智慧，或者是愚妄。最近因為選舉看到也是聽到一寡競選的議題，以及因所咧講的話，互人感覺安尼真袂了解啦吼。好像親像講，有人因家己的厝呢有真大的違建，也侵佔國有的土地，但是因卻佇外口拼命咧掠掉迄個礦坑的工料，安尼一直咧攻擊。類似這種自我渲取配色的競選手法，竟然是一直出現啦！實在互人感覺安尼害頭吼。心內咧想講，哪有遮爾愚妄的候選人吼？後來有人講啦，假困的人叫袂醒，有影。假困的人吼，你佫較早安怎甲搖，安怎甲叫吼？因為伊就是要假困嘛，所以伊袂醒起來啦吼。後來佫較有可能吼，假困假到尾就真正困去啊。裝戇裝到最後就變成做真正的愚妄，失去了應該愛有的智慧。人的智慧好像一個好的建築同款，迄個智慧就是一個真好的根基，愛佇這頂懸來去做信用，是無應該會搖動的。舊約聖經中間的智慧之言咱講箴言第9章第1節到12節，伊安尼甲咱提醒。標題是寫講智慧甲愚妄啦吼。智慧有起處，徛七起石條，有台精細調好酒，閣辦桌，伊找女婢出去，佇城內上懸的所在宣布。戇直的人攏說來食。智慧甲無知的人講恁來食我的餅，啉我調好的酒，恁放殺無知，就得到性命。嘛得行光明的路，究竟愛藐視人的，本身會受到凌辱，譴責歹人，家己處見笑。毋通譴責愛藐視人的，因為伊會怨恨你；譴責有智慧的人，伊會聽你；教導有智慧的人，伊會哪有智慧；教示義人，伊會加添學問。敬畏上主是智慧的根本，捌迄位至聖的上帝就是聰明。因為靠我，你的日子會加添，你的年歲嘛會加添。你若有智慧，智慧會互你有利益。你若愛甲人藐視，受損的是你家己。所以佇這個所在，咱看見到智慧的苦勸。毋是要遐會假困的愚妄的人，著愛遮個義人甲有智慧的人。因為基督嘅信仰強調敬拜上帝是智慧的開始。那照安尼基礎來講，只要是拒絕智慧的人，就是拒絕上帝。離開愚妄無知的道路，這個就是行佇智慧的路的一個上重要的基礎。若無的話，就是家己去招侮辱。
基督徒应该爱努力追求伫上帝的智慧，甚至爱去指教这个明智有智慧的人，互伊会通成做更较有智慧的人。耶稣基督的门徒彼得，伊伫迄个彼得后书第3章第8节到13节，安尼来提醒咱。彼得讲：亲爱的朋友，有一项代志，请恁毋通袂记得，就是对主来看，一日若1000年，1000年若一日。有人咧想讲主延前伊答应要做的事，其实伊毋是伫延前，是伫容忍恁。无爱有人灭亡，爱恁逐个人拢悔改。毋过主的日会亲像贼仔忽然来，伫迄个日，这个天会伫大的响声的中间来消灭，天体互火来烧扬，地甲地上一切被做物拢消灭。既然这一切会安尼来毁灭，恁着安怎来做人？恁的生活着圣洁，着敬虔。听候搁催逼上帝的日赶紧来临，伫迄日，这个天会互火来烧灭，天体会互火来烧扬。毋过，咱的听候是上帝所应允的新天新地，搁伫公义，伫遐公义会永远受到建立。基督徒将来愿望，就是上帝所应允的新的天甲新的地。但是咱必须爱有耐心来听候，并且爱过着一个圣洁虔诚的生活，安尼才会当真努力来加速上帝应允的来临。更较重要的是，毋通失去迄个愿望，得爱耐心的听候，而且爱有十足的准备。因为上帝的日子看起来是延前，但是这个延前是为着要享受一个更较完整的救恩。因为圣经甲咱讲，伊无爱有人沉沦，是要爱每一个人拢悔改得救。而且伊过来日子要亲像贼共款，点点啊来。所以基督徒的你甲我，都爱成做迄个有智慧的人，准备家己来迎接随时来到这个基督再临。诗篇148篇，宇宙拢着称赞上主。哈利路亚，称赞上主！恁着对天顶称赞上主，伫悬的所在来学乐伊。伊的正天使啊，恁着称赞伊；伊的正天君啊，恁着学乐伊。日甲月啊，恁着称赞伊；发光的星神啊，恁拢着学乐伊。天顶的天甲天顶面的水啊，恁着学乐伊。才会拢着称赞上主的名，因为伊一个命令，一切就做成。伊将这个安置好势，永远袂变迁。伊定规例，永远袂废无。恁着对地上称赞上主，大鱼甲所有的深海，死若甲冰雹，雪甲云雾，听伊的话的狂风，恁着称赞上主。所有的大山甲小山，果子树甲百香树，
所有的野兽甲精生，虫大甲飞鸟，恁拢着称赞上主。地上所有的君王甲人民、贵族甲统治者，少年人甲在修女，老人甲囡仔，恁拢着称赞上主。这会拢着称赞上主的名，因为只有伊的名受到尊重。伊的阳光盘过天甲地，伊互伊的子民强盛，互以上的子民拢称赞伊，就是这个亲君主的以色列子民。哈利路亚，称赞上主。恳求上帝帮助阮活出智慧的性命，将心努力准备家己来追求你、听候你、敬拜你。感谢祈祷，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，阿们。